高雄市今年的消防队历是真无共款，是以6只搜救犬做主角，其中 Roger 已经超过8岁就要第5，消防局这阵也鼓励民众来领用。中正等到生日快乐歌唱完，搜救犬 Roger 看到鸡卵糕大喙吞连锁盘拢吞落，领犬员赶紧将锁盘提出来，实在有够古锥。Roger 南部团拔阿卡。柔伊、曼斯、强哥等搜救犬加入今年高雄消防垃圾的主角。为密闭空间找找生还者，众孩当中跳过头桥队，真溜的动作拢是反复练习，也有甲领犬员培养感情成果。甲其他县市为消防员角度处罚无同，2015年高雄消防垃圾用休盘做主题，为搜救犬的事业记录消防工作引台。我们今年特别把搜救犬跟一些小朋友都结合在一起整个画面是非常的温暖哈。搜救犬7岁到8岁都爱退伍，亲像 Roger 已经满9岁都爱退伍的开放使用。然后必须有前庭后院，然后你要认知说他老了，必须在医疗费上要多担待一些，再来要有空陪伴他。搜救犬常常伫重大灾难现场监工，消防局鼓励爱心民众领用搜救犬，互因退伍了后用安享晚年。也强调每一只退伍搜救犬拢是有伴亲人，民众申请领用也是经过详细审核，足够符合才能通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